大家好，我係五 C 班陳樂希2號。我今日要介紹點樣玩荒野亂鬥嘅小遊戲。我今日要介紹嘅係亂鬥足球。首先，我介紹返我用緊嘅角色先。佢係使徒，係我一個常用嘅角色。我而家就用佢嚟玩。首先，我哋用最左邊嗰個嚟去攞個波，然後可以傳波俾人哋。係用攻擊掣嚟傳波俾人哋。而家可以瞄準人哋，然後攞個波，可以射入去個龍門度，咁就可以有1分，2分就可以贏㗎喇。黃色就係超級技能，佢係可以向前嘅。之後，你而家可以見到人哋有紫色嘅火，咁呢，嗰個就係佢哋嘅極限威能，係比超級技能仲勁嘅技能嚟㗎。而家隊友好多入咗波，咁就玩完㗎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將荒野亂鬥，而家仲有特別活動添，大家可以試下玩下。